堅信呢次攜手合作一定能夠促進兩地嘅文化教育領域嘅深入交流，為兩地基礎教育交流開啟新嘅篇章，為孩子們嘅成長打開一扇遙望更加廣闊、更加遼闊嘅一個世界嘅窗口。分享教育經驗，探索創新模式，把先進理念轉化為過來人，為孩子們點亮成長之路。我哋期待當同鄉社團、鄉親研達繼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嘅作用，帶動更多嘅創新資源匯聚南海、創業南海。希望兩地青年能夠取長補短，互相扶持，共同建設國家，為中華民族嘅偉大復興作出積極貢獻。呈簽約雙方伙伴